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elix 潘，今年咧44歲，係一位培訓導師。30歲嘅時候咧，我自己係做緊一份音響工程嘅工作啦，咁都做咗8年嘅時間。同時喺嗰個時候咧，其實一直都有一個音樂夢，好想去出唱片啊，做歌手啊，亦都夾咗好多年 band。咁但係喺嗰陣時候咧，亦都做咗呢份正職工作咧咁多年，又一直都未實踐到自己音樂夢咧。咁就把心一橫咧，就要攞晒自己啲積蓄咧，去出咗我自己第一張嘅自資唱片。咁啊好開心啦！哇，又去唱片鋪又見到啊，又自己搞啲音樂會啊。但係經過咗幾個月之後咧，都冇嘢發生喎。又或者冇嘢發生嘅意思啊，未認識到經理人啦，好似又未入行咁樣啦。所以嗰陣時就把心一橫豁出去，就係不如會唔會 quit 咗份全職嘅工作咧？因為開始認識啲電台嘅人啊，或者係一啲嘅訪問，其實去唔到啊，做一份正職嘅工作。咁嗰陣時就問自己究竟係咪決心全職入行做音樂呢件事，所以就放低咗做咗8年嘅音響工作，就去全職做音樂，出自己嘅唱片或者係繼續去做幕前嘅工作。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好跳脫㗎，好中意戶外活動啊，或者好中意走嚟走去，所以咧我屋企人咧為咗令到我識得自律紀律咧，就捉咗我玩童軍嘅，所以好多野外活動啊、訓練啊、團隊合作由細到大識嘅。咁有一次咧，好巧合機會咧，就係因為個童軍嘅團隊咧參與咗當時 Beyond 嘅一個演唱會嘅一個嘉賓，唱一首阿瑪尼嘅歌喺側邊揈下揈下咁樣，就係嗰次嘅機會咧，我記得嗰陣時係11歲添啊。就係令我熱愛咗，哇！音樂原來喺舞台上面對住萬幾人咧係好刺激、好激動同埋好震撼啊！咁所以細個成長嘅經歷咧，就係屋企好支持我啦，去追逐我自己夢想啦，學音樂啦，或者做我自己喜歡嘅事情。喺學校咧，成日都參加歌唱比賽嘅，雖然唔係次次贏啦，咁但係咧慢慢培養咗自己喺舞台上面嘅興趣啊，或者信心啊，一路咁成長。第一份工咧，我記得係做呢個救生員嘅。咁當時咧有做過全職啦，有做過 part time 啦，諗住1年嘅時間都係做呢份工作。因為當時咧就係會考嘅第一次會考成績麻麻地啦，咁又想繼續讀上去睇下自己可唔可以讀到啦，就去咗 repeat。所以好多科都係自己 repeat 啦，揾錢去補習社啊，一個禮拜補5日啊，咁樣去做呢件事啦。第一個浪啊，我諗係第一份我自己好熱愛嘅工作咧，當時係俾人炒咗魷魚啊！係發生咩事咧？因為當時咧就係自己好喜歡音樂啦，一直有音樂夢啦。咁入咗當時一間好出名嘅琴行，全香港最大㗎啦。哇！我啲 band 友啊，所有音樂人啊，見到好出名嘅樂手歌手都喺嗰度出現嘅。咁但係做咗幾年之後咧，一次自己嘅過失咧，就因為自己做得唔好啦，有啲嘅產品俾人偷咗，咁變咗公司咧就冇辦法啦，要炒魷啦。當時係非常之失望，好唔開心。但係正正就係嗰個時候咧，自己好渴望做歌手，一直都冇咁嘅機會。嗰陣時有個朋友就介紹，喂 Felix 啊，有間唱片公司搞一個唱作人歌手比賽喎，你有冇興趣去參與？就喺嗰陣時候我就，反正都冇工返啦，不如就用2個禮拜時間去準備自己嘅 demo 碟啊，去參加呢個比賽。就係因為嗰次咧，就入咗去華納唱片做我自己嘅唱作人嘅1年嘅合約。所以咧，我發現咧，當每一次如果遇到困難嘅時候咧，覺得好失望嘅時候咧，另一邊咧其實可能有一啲機會咧等緊我哋，就喺嗰陣時咧啱啱會出現。所以唔好咁容易因為錯失或者痛失而傷心啦，即係可能更加好嘅機會咧係會喺我哋面前出現。最深刻又捱得個經歷咧，我成日都同好多朋友去分享嘅，就係咧當我自己出現第一張唱片嘅時候啦，咁啊感覺好開心啦，哇！終於成為咗自己認為一個唱作人，咁就亦都有機會咧，當時咧邀請咗去 APM 嗰度唱歌喎，咁啊唱咗差唔多半年嘅時候啦，咁但係有一次因為咧自己嘅失準，自己嘅又發燒又表現得唔好，咁變咗咧俾現場嘅觀眾咧喝到彩，跟住咧仲記得嗰晚咧又唔開心啦，又喊住啦，孭住支吉他咁走啦，咁同埋當時咧其實出現咗唱片，又真係唔係揾到好多錢嘅喎，咁嗰陣時我記得嗰個月咧連我學吉他嘅錢都冇啦，仲自己打電話俾個吉他老師就係話，我嗰個月咧交唔到吉他嘅費用啦。咁哇嗰個月咧，我直情係即係翻天覆地啊！究竟仲堅唔堅持落去咧？但係好感恩地嗰一次，我繼續選擇堅持落去，因為我覺得既然有人欣賞，呢啲經歷都係一個過程嚟嘅。
每個即係成功嘅人士一定會經歷呢啲嘅難關，先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經驗同埋能力。所以我好感恩嗰一次嘅難關係令到我更加強大嘅。我諗我會同佢講努力去實踐自己嘅夢想，同時咧唔好咁介意人點睇，或者係堅持自己一個目標同埋夢想嘅同時咧，去放低人哋點樣去批評啊。因為好多時候唔係人哋點樣睇我哋，係點樣睇自己咯。所以我一定會同自己講相信自己啦，繼續努力啦，同埋相信上天俾我哋機會啦，一定係將我哋嘅潛能啊，或者我哋做得好嘅時候咧，發揮得最好。咁而好渴望同自己講就係愛惜自己多啲啦，因為好多時候咧就好多時間啊、心機啊，都喺工作上忘記咗自己屋企啊、家庭啊。咁所以珍惜愛自己嘅人，同埋咧去好好識去愛自己。我會同自己或者咁多位講咧，堅持係行得通嘅，相信咧我哋自己嘅能力咧係比我哋自己想象中更加強大，所以唔好放棄，一直去俾心機。